过点还真是。对，激动你就是。第几样没得说？然后顶上这牌子里大飞头，尾炮的，这个要求长得方好的。哦，第几样的就不行。加减对的。第几样的就第几样的用了，这就。加减对。你现在对。我吧，不用料的。你这么在做的？他做激动性别的是。那第三样没得？他的加减对。而且你什么都知道，光行不行那都。第三的就是。强的。第三的，看我们这边的是第三的，俺们有这种面的行。第三的。这个这个第三的，俺们有这种。这个就是听不出来，这个是企业家的。我要去。你微信加吗？这是？有。不要老是省人家的不好。就，黄开始给大家，我就。